Sustainabl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可持續發展人力資源管理。我係作者 Alvin 梁。今日突然之間收到 Facebook 嘅電郵啦，話一啲舊嘅影片即將會被移除啊，咁佢哋就建議用戶下載備份。咁於是乎呢，我就重新打開咗已經荒廢咗1年半嘅專頁。一睇落去啦，最新嘅影片原來已經係4年前嘅直播，咁啊一直翻落去啦，就發現咗呢，我曾經上載過超過150條唔同嘅影片或者直播嘅內容，先至意識到原來自己喺網上面呢都發咗唔少噏風。以前有人問我，你每一日都講嘢，到底為咗啲乜嘢呢？咁我當時總係會有啲唔好意思咁講，其實係為咗我自己。咁作為一個專業嘅 trainer 同埋 facilitator，咁我哋嘅腦袋咧要轉得好快，而每日寫嘢咧、講嘢咧就好似日常去跑步一樣，係一種鍛鍊嚟嘅。點樣喺最短嘅時間將一啲抽象嘅概念去講得清楚，讓人明白，已經成為咗我嘅日常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再睇翻啲影片，突然之間有一個新嘅體會喎。嗱，如果咧再有人問我啊，點解你會拍咁多影片、做咁多直播咧？咁我就會講嗱，其實我都希望有一日咧，無論我仲健唔健在啦，我嘅兒子們啊，佢哋都能夠睇得到，咦喂，原來爸爸嘅思維模式係咁樣嘅喎。嗱，我唔認為自己嘅想法咧，永遠都係對嘅。咁但係作為佢哋嘅最親嘅人嘅一個思維方式，如果能夠讓佢哋參考一下嘅話咧，對於我嚟講啊，係一件非常之有意義嘅事。